做大健康 MLM， 團到一屋貨，招咗一大堆人，但團隊依然帶唔起。如果你仲係靠洗版同講情懷，你個生意隨時全面癱瘓。傳統團隊有3大致命傷：第一，只識賣產品唔識講商業；第二，只識打雞血冇複製系統；第三，新手入嚟活唔過3個月。你以為係下線唔努力，流失錯晒。冇標準化嘅企業級培訓體系，你招再多嘅人，流失率一樣高達90%。真正嘅大健康巨頭早就將直銷模式企業化。大健康唔係賣藥思維，而係要靠健康管理加商業賦能雙輪驅動。第一步，重構產品價值，唔好再硬推成分啦。你要賣嘅係可量化嘅健康方案，令消費者自動裂變做事業夥伴。第二步，建立 SOP 培訓流水線，3日破冰，7日出單，30日培養團隊長，將個人能力變成邊個嚟到都複製到嘅系統力量。第三步，安全合規同品牌化，想行得遠，法律界線撥出俾模型，稅務合規一個都唔少得。做大健康嘅盡頭係企業化。點解頂級團隊長一年帶出幾十個千人團隊？因為佢哋賣嘅唔係產品，而係一套幫普通人翻身嘅商業操作系統。唔好再抱怨市場難做，市場永遠都在，只係大家都變聰明咗，粗暴打法被淘汰，正正代表專業玩家嘅紅利期到咗。我哋嘅企業化團隊裂變系統已經幫過超過50間大健康企業完成正規軍轉型，業績平均翻咗3倍以上。未來5年，大健康係萬億賽道，但最後分到大餅嘅，絕對係擁有企業化培訓同系統化裂變能力嘅團隊。記住，個人能力只決定你嘅起點，只有企業化培訓系統先可以決定你團隊嘅規模同終點。如果你想令團隊告別低效內卷，打造一套即拿即用、自動運轉嘅培訓體系，實現規模化爆發，我哋將呢套驗證過嘅企業化裂變模型打包成系統方案，幫你從根本破解留人同裂變難題。唔好再等團隊慢慢流失，商業競爭只睇速度同維度，改變打法先係對事業最負責任嘅選擇。按下方鏈接領取大健康團隊企業化賦能白皮書，或者直接揾我哋傾下，等我哋幫你重塑商業奇蹟。